哎，大爷，刘丁呢？刘丁呢？大爷啊，干喊你呀？哈，我就是准备喊你的。那个啊，你刚我好唔被盗杀咯。好嘛，我拿先丢你手机的。哎呀，那个大爷啊，那个被吓到了对噶？知道的，干记录是知道了。我问记录大呢？记录大噶，好啊，我你那边唔到哦。好，感受到中哦。这叫大爷，收到下卡啦，冇盗杀要得到干嘛？要吗？我不想得到干嘛呢？都说啊，该多长干了我了长，再多我了长肉多我肉你的肉啊，多我肉啊，当 GQ 咋当 G 10？大爷，跟我到几个？早上就给脑壳活么？在我家呢。落给，哎呀！都说啊，跟小了长好。那个开车的门，长的长，穿的穿门很正常噶。大爷，这下个录音节目给你靠么踏下来，这种就不给啊？有面没干了那嘛？是啊，就给那我说，好你们看他，好你们看留着棒。哎呀！我之前给录车了的，我打来张炸车呢，都说炸了。跟老头那一弄用路乱，可爱炸容易吗？都说啊，给咱开为啥机会？我保证没给家到上头大山带钱。都说啊，给张山让那一男没扑起来的，我一路哈到肉嘛，莫一莫二，就是在莫悲啊！那爷呀，也诺基呀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